Hello，大家好，我係今期主持人聰仔。今日咧，我哋嚟到咗呢個融創海灣半島嘅呢度咧，帶大家睇透咧非常之爽嘅一房海景單位嚇。咁現時咧總價咧168000嚇，就可以全項攞低呢套50平方嘅一線海景房。咁現時咧，我哋樓下面就可以睇到啊，非常之長、非常之寬嘅呢個沙灘。然之後咧，現時2點鐘嘅時間咧都非常之多人呢度游水嚇。咁我哋嘅單位咧就位於上面呢一座 A 座最高，我哋右手邊呢一座嚇，落嚟沙灘咧就非常之近啦嚇。然之後家私家電呢啲都有嘅，拎包就可以入住啦嚇。現時總價好平嚇，感興趣咧可以跟住鏡頭上去睇下先。Hello， 大家好，咁而家咧已經入咗呢套單位嘅門口呢度，咁我所處於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過道嘅走廊嘅一個位置。再同鏡頭前面嘅朋友咧講翻多一次呢套單位嘅大概情況。呢個單位咧佢係位於融創海灣半島 A1 座嘅12樓嘅一個單位嚇，然之後房本面積咧係50個平方嘅，現時總價168000，一線海景咧。然之後家私家電全部都係齊全嘅，可以睇到啦。而家咧我哋望出去電梯出嚟右手邊咧，我哋入戶右手邊就係咁靚嘅海景，然之後樓下面咧就有非常多呢啲海鮮大排檔嚇，然之後便利店啊、小型嘅菜市場呢啲咧都係有嘅嚇。然之後咧我哋呢個成個樓棟咧佢都係呢個板樓設計，南北通透嘅。咁事不宜遲，我哋先入去睇下。嗱，從呢扇門開始咧，打開嚟就係我哋屋苑嘅位置啦。咁呢個位置就係一個入戶嘅陽台，後期咧可以擺翻啲雜物或者擺翻個洗衣機。洗衣機正常嚟講就擺呢個位置㗎，有入水口，然之後電閘呢啲都有嘅，佢熱水爐係擺出嚟㗎嚇。然之後我哋成間屋嘅電掣嘅總開關就喺呢度啦。好多業主咧都喺呢個位置咧。安裝咗呢個玻璃門或者防盜網嚇，大部分都係呢個風窗多啲嚇。然之後入門左手邊咧就係我哋一個開放式廚房啊，然之後呢啲都係發展商交流標準啦，上面都係一啲儲物空間嚟嘅嚇，非常之新淨嚇，好多儲物空間。然之後咧抽煙機，然之後單簽盤設計然之後咧再入門。可以影下呢個門嚟講啊，講實話咧，業主佢冇怎點愛惜，所以我話呢個門搣下，但係呢個門咧，因為當時嘅發展商交流嘅，講實話呢個質量就唔點樣嚇，後期可以換翻個門嚇。然之後呢個就係乾濕分離衛生間嚟㗎嚇，非常之大啦，哇幾大啊，咁大隻，兩隻手張開都唔夠嚇，非常之大嚇。然之後咧仲帶埋一個明窗嘅。然之後呢個就係一個洗手台嘅位置，而家係冇開水嘅嚇，冇水嘅嚇。然之後佢打開嚟嘅，咁樣嘅，下面都係啲儲物空間。然之後咧再移步過嚟，就係我哋大廳可以啦，可以睇到再有個呢個實木嘅衣櫃嚇，但係麻麻地都係衣櫃。然之後呢個梳化實木嘅梳化，然之後佢係呢個咩布料啊？然之後呢個座咧就係實木嘅，電視櫃都係實木嘅，呢個家私家電都係唔帶走噶啦嚇。然之後1.8米嘅床，咩牌子啊？海馬嘅床墊嚇。然之後咧呢個油毛都冇搣嘅嚇，1.8米嘅實木嘅，上面仲帶埋一個隔離嘅空調，天花四角咧非常之靚仔咯羅馬杆遮光嘅窗簾然之後打開門俾大家聽下呢個風聲嚇，真係成個夏天咧可以慳幾百蚊嘅電費嚇，唔係講笑嘅，成個夏天咧唔使開空調嘅，好通風好舒服啊！成個陽台咧有幾闊咯啊？1、2、3米，差唔多4米，3米幾，至少都要3.5米長。然之後咧陽台咧可以影下天花四角先嚇，冇漏水冇呢個甩皮現象嘅嚇。然之後咧再睇下我哋陽台，哇咁樣睇出去海景非常之靚仔啦嚇。一線海景咧樓下有沙灘，呢個沙灘20米樓下面仲有燈塔。而家咁熱嘅中午咧都有咁多人游水嚇。
下面可以游水、趕海、釣魚嘅嚇。咁俾大家睇下呢個朝向啦。呢個朝向啊，嗱，潮西嘅嚇，潮西嘅朝向嚇。咁而家嚟講話，好似而家呢個天時咧，佢係唔熱嘅，冇咩日頭，然之後咧非常之斜風嚇。大概就係咁多。咁呢個房嚟講嘅話，已經睇完晒啦，總結先咯。佢優點嚟講嘅話，一線海見，樓下沙灘然之後咧價錢好平，家私家電齊全，就係呢啲優點啦嚇。花小錢辦大事。如果講缺點嚟講嘅話，融創海灣半島呢個小區相對嚟講冇咁方便點講咧？你如果係深圳香港過嚟嘅話，首先啦，蓮塘口岸或者羅湖口岸黃碧嶺上車之後到達十里銀灘，到咗之後咧5期落車下，然之後咧再呼叫我哋呢個小區嘅春春巴士春巴就係話有個車可以接你哋去5期嚟講，接你哋5蚊雞一個人接到融創海灣半島，再話你要轉車稍微有少少唔方便啦。然之後呢邊咧係冇呢個大型嘅商業街嘅，只有呢個海鮮大排檔，差唔多10幾20家。然之後咧菜市場分到4嘅一個菜市場。如果你想買多啲嘅肉類，要出去十里銀灘嘅3期嗰邊買餸咁過去嘅話揸車都要成10分鐘10分鐘左右大概缺點就咁多啦。如果視頻前面有朋友對呢個單位感興趣嘅，可以掃描相關二維碼聯繫翻聰仔，攞翻呢個單位更多嘅詳細資料然之後聰仔都唔單止賣呢套二手樓嘅，成個融創海灣半島咧，聰仔都有非常之多房源嘅，或者十里銀灘都係有嘅。聰仔公司名下都有幾百套房源嘅，只要咧你同你嘅需求同預算咧話俾我知，我再批分翻更多啱你嘅房源啦如果你想買一手樓都冇問題嘅，聰仔都有賣嘅。咩匯港半島半雲山呢啲大片場別墅都有代理嘅。咁揾到我哋買有咩好處咧？第一個咧免佣金代理第二個咧可以享受到發展商俾我哋嘅最低價錢、最大優惠。第三個咧最少2萬蚊嘅現金津貼，返翻俾我哋香港朋友。咁如果視頻睇到呢度做尾點訂閱嘅朋友咧，麻煩你哋喐喐發財手指，幫我聰仔點翻個免費嘅訂閱。咁呢期嚟講到呢度，我哋下期再見，拜拜。